养娃4个月，总结一下哪些大件是我买了绝不后悔，不买完犊子的。首先一定是尿布台，你别听有人说放床上也一样换，你不想要腰，我还想要呢。一天换10几次尿不湿就靠它呀，这玩意儿差别都不大，你就照着110块钱买就足够了。第二个一定是消毒柜，我闺蜜嘴硬说用开水消毒就行了，坚持了几天，最后还是跟我买了同款小白瓶消毒柜，25升大容量，孩子的牙胶、玩具、奶瓶、辅食工具往里边这么一放，既烘干又消毒，它不香吗？我家这个是32颗灯珠，额外增加了柜门和背板的灯珠，那灯珠少可不就是消了个寂寞吗？记得一定要选有低温烘干模式的，很适合不能高温的奶嘴，这玩意儿真是有娃家庭的必备了，越用越香。还有就是可拼接可独立婴儿床，别跟我说睡大床也一样，自己睡觉啥样自己没点数吗？一翻身压着了砸着了，那不是你家孩子呀。要买就买这种可拼接可独立的，最好再有个软包，会做了孩子磕不到头。时长有限，这期先到这儿了，挂了，拜拜。